我想伫今仔日个经文，伫台语汉字本新约的72面，咱看见着伊有分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也就是对17节到第19节；第二个阶段是对20节到第26节。这两个阶段拢甲咱讲起着有关耶稣的教导。伫耶稣的教导内底，咱看见着耶稣伊毋干那伫犹太甲耶路撒冷，嘛包括去到伫推罗甲西顿沿海边的地，伫即中间来宣讲有关上帝国的信息。伫即个过程的内底，咱看见着真侪人来听讲道，真侪人来互耶稣医治，甚至伫即中间来互耶稣来赶鬼。伫今仔日个经文17节到19节，咱看见着真有路加福音书的特色，也就是咧甲咱强调路加福音书的耶稣，伊是一个全人类的救主。伊毋是干那伫犹太人的地方来传福音，伊嘛去到伫外邦的所在伫遐来宣讲。透过安尼，互侪侪人会当因为安尼来认捌上帝国的要紧。所以通过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咱看见着讲众人真意爱耶稣。耶稣看起来真有能力，伊会当医病赶鬼，会当宣讲。路加福音书第4章有互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代志，也就是4章的14节。耶稣会当做遮个事，拢是因为伊甲圣神三角做伙同工。所以甲圣神同工的耶稣，互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事，就是伫信仰的中间，毋是干那医病赶鬼甲教导。更较要紧的是爱透过信仰来成做整个事工要推动的一个要紧。所以对信仰出发，对信仰来坚持，耶稣对20节到26节，互咱看见着一个福气甲灾厄的讨论。我相信咱大家若看着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咱的头壳内底会来从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1节到12节8福的这个教导来成做一个对比。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大家分享的是伫路加福音。咱专注伫路加福音的耶稣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到有无共款的信息。特别当耶稣来伊的学生来讲话、来教导的时阵，咱会当知影讲，伫当时有一群人来跟对耶稣。这群人毋是干那12使徒，是都包括有其他的军队者来和耶稣做伙。所以伫耶稣的教导内底，就这群人来讲，伊来讲起着有关福气甲灾厄的代志。而且咱通看见着讲4个福气、4个灾厄，伫这个内底来成做上帝国的应允甲挑战。咱若如果手头有圣经的兄弟，咱详细来看今仔日个经文。耶稣来讲起着4项有福气的人。第一项是送香的人，第二是邀歌的人，第三是为着人子被怨恨的人，第四是啼哭的人。这4款的人，耶稣来讲起着因要得到福气。这个福气也就是要富足、饱足、欢喜，含有属天的奖赏。但是相对来讲，咱嘛看见着好野的、饱的，或者是笑的，以及要爱人娱乐的，这个人因会得到灾厄。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路加福音书的耶稣，伊真强调，嘛真注意所伫日常生活的代志。换一句话讲，耶稣伫20节到第26节所讲的这个有福气的人，或者是有灾厄的人，拢是伫现实的生活内底所发生的，也就是伫整个的社会的结构内底
咱看见到有无公义的代志来发生。所以伫路加福音书的耶稣，伊真强调有关社会的公义。伫这个社会公义的中间，嘛来甲咱强调，今仔日你若要做上帝的朋友，你就爱去关心有欠缺的人。但是大家可能听起着讲讲起着社会公义，是毋是和政治有关系？我想咱应该爱放大倒来看，伫社会内底，毋是干那政治那尔。今仔日耶稣伫遮甲咱提出真要紧，嘛，互咱真现实爱去处理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伫经济的无公义。伫这个经济的无公义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路加福音书的耶稣，伊所带来的福音，就是要来破解伫好野甲丧香即款的问题的内底，互每一个人内心的心灵会当得到救赎。伫今仔日个经文，伫第6章17节到第26节的经文内底，咱往头前来看，耶稣有讲起到一个真要紧的事，就是耶稣伊伫圣殿的内底，伫遐伊来讲起到什么叫做好的消息。当耶稣伫圣殿会堂的内底，伫遐来讲起到伊通过以赛亚书的册伫遐讲，伊讲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我，互我传福音，互丧香人。伊有找我，甲受掠的人讲，因为得讨饭，甲痴迷的讲，因为得着光，来讨饭受压制的人。宣传主欢喜的年，咱看起着约翰伫路加福音书4章18节到19节的经文内底，耶稣甲咱讲什么叫做好消息？这个好消息就是有讨饭、有光明，以及有欢喜。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耶稣来将这个上帝国的信息来放伫第6章。这个所在，互咱看见着上帝国的内底，伫会让来转化，互社会的无公义来得到改变。但是要改变的大心，就爱亲像伫第6章的第36节，也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对照内底，耶稣甲所有的学生讲：恁着有怜悯，亲像恁的爸怜悯共款。意思就是讲，伫社会的无公义，或者是讲伫经济的无公义的中间，人需要亲像天父上帝的怜悯来转化一切的无公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咱咧读路加福音书的时阵真有意思，因为路加的耶稣，互咱看见着甲咱的生活真有关联。因为伫这中间，伊互咱看见着社会的结构产生问题。伫这个社会结构产生问题时，嘛相对人的内心会有罪恶，会有苦毒。特别伫一般咱的观念内底，丧香人会落入伫罪、善、苦这款的循环。所以，当人的经济、人的现实的生活开始有困难的时，咱看见着真侪人就会陷入伫这款的苦毒的中间。总是耶稣所带来的福音，就是要互这个苦毒会当来得到讨饭，互丧香人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祝福。但是相对来讲，咱咧读福音书的时，咱亲像认为讲，耶稣咱亲像甲好野的人、不有的人有真大的冤仇，其实毋是，是伫圣经的内底，耶稣伫遮爱来劝勉所有的不有的人，或者是好野的人，来甲因提醒因，就爱有责任来帮赞丧香的人，透过安尼，因会当得到上帝所赐落的福气。
所以真侪人拢会甲路加福音书讲，这是一部写予宋乡人或者是社会弱势的一本福音书。但是咱若详细倒来读路加福音书的时阵，咱会当去看见着路加福音书其实是写予当时社会真侪遮有权、有势、有富有遮的百姓，互因会当因为福音的缘故，再一次来唤起因会当伫社会中间正确使用权力，或者是资源的分享。互更较侪人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，所以咧，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经文真趣味。伫天主教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因讲这叫做末世的解说。所以若讲起着末世，就真侪人会开始去想，宋乡的要有福气，因为上帝的国是恁的。那亲像即款的解说是有关审判的动作，所以做一个基督徒，只有伫一般的生活内底不断吞论，然后看起来无其他的方式会当去改变。但是福音毋是互咱消极过生活，耶稣所互咱的好消息，是互咱会当积极来去面对着整个社会。或者是伫所有咱所属的团体内底会无公义，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反倒咱用五望的角度来去看今仔日耶稣的教导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原来咱每一个人拢是活伫上帝的应允内底。当咱活伫上帝应允的时，咱就会当去发现讲，原来耶稣今仔日所讲的福气甲在下，是互咱去思考有关一个上帝国的形式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伫路加福音书，上帝国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，人要活伫上帝的治理内底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透过五望的这个角度、这个主题来去看路加福音书第6章17节到26节的经文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，这个五望真具体，这个五望真具体，这个五望就是互咱定心会当去想讲，当我有资源。我是富有的人的时阵，我怎样会当用分享来回应听到福音？今仔日我有权有势，我要怎样用着正确使用权力的方式来去回应所听到好的消息？简单来讲，这就是路加福音书第6章36节咧提醒咱。耶稣教导学生讲，亲像恁的爸怜悯一样。上帝国是互咱通活伫怜悯的中间，会当伫三听分享正确的生活中间来去带来社会的公义，嘛，互咱会当看见着上帝国临到伫咱的生活的时，嘛代表整个社会转型改造的开始。我想，咱真侪人拢开始会去追求公义的生活，这是真侪人一直长期、一直足想要去追求的一个代志。因为咱真毋茫讲，咱无爱互人管。若假使讲，咱有一日上帝的治理临到伫咱的时，的确对着咱来讲有真大的帮助。但是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来问咱家己。为什么伫咱的生活中间真恶会当看见着上帝国的实现？如果若通过今仔日的经文来正做咱的提醒的时，咱会当看见着讲上帝国的实现，原来是盖在着咱来学习天父上帝的怜悯。若假使讲今仔日咱看无上帝国的实现，嘛代表讲，是毋是咱有太侪的时阵，
因为家己的缘故，有自私的生活。伫这个自私的生活中间，倒来到伫社会来看，有好野甲丧凶的对立，有阶级的对立，或者是有真侪包括性别的对立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，牧师邀请咱由好较远来看的是，咱来去学习天父上帝的怜悯，透过天父上帝的怜悯，将怜悯用行动来实践出来。咱看见着路加福音书，敢毋就是安尼来提醒咱吗？咱看见着埃亚撒该，伊过去共偏共占。但是到后来，伊听见着福音的时，伊欢喜来回应福音，来将伊所有得到的来分享出。咱看见着行色的约翰，互人问讲：我着应该安怎做的时，因通过分享来表明福音所带来款上帝国的形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伫咱的社会中间，咱有真侪会当去思考。伫咱台湾的社会内底，嘛会当看见着有的人，伊真欢喜，亲像天父上帝同款的怜悯，将疼化作行动来成做祝福。咱大家拢真熟悉，有一位台东的阿嬷，这个人叫做陈树菊，陈树菊。咱看见着伊只不过是一个卖菜的一位这个负责人，但是伊愿意安尼捐款来帮助弱势、癌症者的病者，或者是帮助伫台东无钱通去看医生这款的急难救助。咱看见着伫咱的生活内底，上帝通过这个人，互咱有得到真大的勉励。咱看见着陈树菊女士，伊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虽然伊毋是基督徒，但是咱通过伊的行为，嘛的确互咱看见着上帝国的实现，是透过天父上帝的怜悯，互咱会当用行动来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来表现出来，互咱会当对着咱的生活有仰望，积极来回应听到福音的内容，互咱的信仰会当来成做实际的行动来祝福每一个人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我想会当互咱有真大的感动，用听的行动来回应福音，亲像天父的怜悯来回应耶稣的教导。这毋是干那咱伫日常生活内底应该爱去做的事，是包括咱伫教会，咱会当做啥物款的事，会当互无公义的代志，会当来平衡，会当互咱的教会，互咱所属的每一个团体，看见着公义，伫即个内底有怜悯的所在。我想，伫最近大家一直咧真关心的一个议题，伫前一站，咱看见着伫教会内底，伫普世的教会中间，伫荷兰的教会，因对去年的10月26，一直到伫今年的正月31，无有停止的2327点钟的礼拜，为着要保护难民，莫互政府赶出去，所以通过安尼，咱看见着教会用听的行为来面对着社会的无公义。咱看见着教会来回应福音的缘故，互难民会当继续徛起伫荷兰的土地中间，继续来过生活。
这是教会会当做的代志，这嘛是教会亲像天父上帝的怜悯同款来照顾有欠缺的人。我想伫顶礼拜的拜四，咱所敬重的基督中保的准明牧师来受主恩典。对着高准明牧师，我想对着咱教会来讲，咱有福气伫设教100周年的时，邀请伊来到伫咱的教会，嘛通为着该医馆的开幕，伫遐伊欢喜伫咱的中间。但是咱都定心来看高牧师，伊互咱的回忆内底，1979年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，迄当阵真侪牧者，包括会友，投入伫社会的关怀。对着高牧师来讲，大家对着伊的印象内底，知影讲啊，提起着高准明这个名，就一定会想起着另外一个政治人物。因为伫美丽岛事件了后，高准明牧师伊来为着保护这个政治的受难者，伊来成做伊的家宅。但是也因为安尼，高牧师受关押4年久的时间。总是到后来的发展，我想咱就无需要再开太侪时间去讨论。但是咱看见的是一个牧者，伊用着伊的性命，透过福音的领受，伊来成做受难者的帮站。包括伫咱的教会，伫美丽岛事件了后，其中的一位受难者林义雄先生，林义雄律师，伫因的家庭受到真大冲击灾厄的时阵，教会伫遮来成做受难者的帮站。也因为安尼，林义雄律师原底所带的厝体，即马成做教会，也就是伫七星中会的义工教会。咱倒来到伫咱的教会来看的时阵，咱的教会嘛是一直来思考怎样来面对着福音的缘故。咱要怎样会当亲像天父的怜悯同款，来成做弱势的帮站？我想伫即几年，咱有机会有这个福气来关心原乡部落的教会。对着咱来讲，就亲像咱定定拢会抓做讲，咱是大囝，即款真尊贵的身份。但是咱嘛因为安尼，咱更较需要伫信仰的责任内底来实践大的服侍小即款信仰的价值。当咱会当甲资源分享出去，当咱有即个权力权柄正确使用的时，这嘛是咧回应耶稣基督的教导。虽然有的人会感觉讲啊，做这那亲像教会只有重视伫外口，无重视伫内底。但是牧师嘛有责任爱安尼向咱的兄弟姊妹相甲分享。当咱会当亲像天父上帝怜悯的时，咱是会当成做有福气的人。咱毋通亲像路加福音书迄个浪子回头迄个大囝同款。当看见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，咱有一点仔无奈，咱有一点仔愤怒，咱有一点仔失望。但是当来到伫教会的时，咱爱亲像耶稣的教导同款，用怜悯来回应耶稣的福音。伫人群、伫社会，通用听的行动，有资源的分享，官兵正确的使用，伫即个内底，咱就通看见着上帝国的实现。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。我相信通过耶稣的教导，互咱有真大的福气。
大家人拢咧追求上帝国，但是当来到伫圣经内底看的时，咱要怎样真做有福气的人？实在对着咱来讲，有真大爱学习的所在。但是我嘛相信，当咱顺服伫耶稣教导的时，上帝予咱的福气一定稳定满满，嘛，予咱会当伫日常生活的中间来看见着上帝国的实现。我确信，上帝引带咱淡水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会当用愿望来连接上帝国，予咱所属的生活，予咱伫教会的团体，会当充满公义，予每一个人的心灵通过福音来得到救赎。愿上帝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，嘛，予咱会当真做有福气的人，通过安尼来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中华基督的生活。三个来祈祷。希望听阮的主愿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的引带，通互阮会当亲像耶稣的教导共款，阮要真做有福气的人，愿主你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有当时阮有软弱，有当时阮有不足。虽然阮拢知，阮爱亲像天父上帝的怜悯共款，去关心丧享的人，去关心有欠缺的人。耶稣你嘛讲，若做这的事，阮的确会当真做上帝的朋友。但是阮知，因为阮人的有限，侪时阵做袂到。但是恳求上帝你的福音继续来拍动阮的心，互阮的感动化作实际的行动，会当将听落实伫日常生活的内底。面对着有欠缺、有需要的人的时，会当互阮亲像耶稣共款，有怜悯的心，伫即中间来真做正人的祝福。愿主你来引带阮，互阮每一个人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你的悦纳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